目前台南往来大出，前阵啊市府积极甲海外洽谈以后，近来贸易上的订单拢开始入来。嘛，互为伫满岛的青果合作社，所有工作人员对清洁到分级包装无严格，而且每一个步骤拢袂当马虎。尤其这回往来青果是要应付销到日本九州的超级市场，所以市长黄义택嘛特别前往现场关心，同时亲手来体验，要将装满47个货柜、大约15.6公吨的新鲜往来销往日本。为用日本超商的部长嘛亲自到场见证但往来高品质，并感谢市长3天前的推荐，特别推荐熊本的吉祥物，希望交流互补等等。是希望以熊本县来说，以后跟我们台南市有更多的一个合作。那特意拿来了熊本熊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可爱的熊本熊也是九州的一个吉祥物哈。台南凤梨，我一起。是日本非常强的这个零售以及超市系统永旺公司。那今天要封柜大概是15.5吨的凤梨，那都是品质最好的凤梨，甜度高达15度以上。那我想说，今天只是一柜，但是未来的合作是要长长久久啊。所谓能够长久，就是能够品质能够稳定。那通关铺货，然后我相信在1个礼拜后就可以大概8天到9天就可以在日本的超市看到我们这一批的最厉害的台南金钻凤梨。罗安局指出，近期都要针对青果加加工产品取消外销的作业，嘛拍算要伫群马县赤山城转日本上大休息站来卖台南农特产。市府表示，一定会持续开拓国外市场，为农民甲消费者创造双赢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